台北市宣布这营养午餐免费的政策了后，有几个县市也对咧响应。事实上，亲像桃园、宜兰、花莲等10县市呢，已经有营养午餐免费的政策啊。若讲到这新北市，因是回应讲，若准备来推动，就要去投入46亿的预算，是全国负担上介重的。这部分呢，会搁再含议会来讨论。 为着要照顾囡仔的健康，学校的营养午餐是真重要。台北市长蒋万安最近发出今年9月开始营养午餐免费的政策。其实英国在桃园、宜兰和花莲等10个县市都已经有营养午餐免费的政策。除了家人响应，在初八这天，台中和高雄嘛接续宣布，自115学年度开始，台中要投入25亿至30亿，高雄是18亿的经费，在公立各中小推行营养午餐免费的政策。 免费的营养午餐政策应该视为政府整体政策的一环。从115学年度开始，台中市的公立小学、公立国中免费实施营养午餐政策。我认为，不论家庭的经济条件如何，每一个孩子都应该获得同样好的照顾。每天的午餐菜色。 大家都能够享用符合3张 1Q 优良国产食材。目前800支桃生活款当中，桃园自治控制3年都已经免费，剩新北市还无啥无水。初八新北市府记者会顶头，市长侯友宜是回应讲，若准备推动，爱投入46亿的预算是全国负担上重的，未来会搁参新北议会研议。因为新北市如果 营养午餐免费，大概要投下46亿元，也是全国最高的。在全国最高的预算的过程当中，今年的预算过了，会不会顺利编在明年？我会盘整整个财政状况，做好适时的调整。 新北市府表示，目前当年已经有投入大约3.1亿，专家补助市立高中及各中小弱势学生的营养午餐。若要推行免费的营养午餐，要搁谨慎评估财政再来调整。嘛，呼吁中央甲地方同齐讨论，提出一致性的政策，避免各县市资源无平均出现落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